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7日下晡新闻，我是麦松莹。头起先带大家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受到太平洋高气压影响，全台湾日头赤炎炎，尤其台南是这30冬来上热的所在，水一定爱啉好够，才袂变作热伤害。今年环太平洋军演有29国来参加，创上悬的纪录，超演比甲4万吨的船放好了。外界讲是演练中国攻击台湾的情景。国家语言发展中心设置条例草案通过，台语是由文化部组织，要用300多亿的经费来打造友善的语言环境。好，先来关心的是南台湾这热天有影是热甲走无路。前几工来统计讲，这台南市是这30冬来上热的所在。规年冬天有186天的时间，温度是伫30度以上。民众伫咧户外徛咧，就一直咧拼寒，一定要注意水爱啉好够，才袂变作是热伤害。青翠的菜因为路边加贵的引起，都已经当上无度采收。南投仁爱乡华光部落2日下晡落雷公雨甲冰甲，若是高丽菜甲菠莲啊等等都要采收的作物是规个密密茂茂，就连蒜啊嘛酸长甲真食力。初步估计受损的比率有甲8成。目前我们损失估计在上亿元以上哦，在150公顷。那因为都是高经济价值的作物。气象署提醒，出来1礼拜各地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早起会真漚热，过道热对流真旺，有可能会出现大雨、雷击，甚至是路边角变化真大的天气。今日日7早起，各地是热热热。气象署已经发布高温资讯的提醒，其中台南甲高屏拢是红色的灯号，可能有38度极端的高温，其他各地嘛拢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全台大概除了新竹市以及一些离岛区域没有到达36度以上，基本上都是在黄灯或橙灯。所谓的黄灯是单日会来到36度以上，橙灯的话是连续3天有出现36度，或是单日可能会出现38度的高温。外头看过去1礼拜情形，屏东山地门6月21温度都有到37.7度，出来台北市嘛伫咧22测到38.5度。云林岛南、屏东中地乡嘛拢超过38度的高温，高雄灯塔嘛伫咧2日出现39.8度的高温。气象署提醒民众都要注意连续高温带来的伤害，水都要加啉寡，嘛要注意风暴。记者综合报道。好，头拄咱讲吼，这南投县仁爱乡吼，这热对流的影响，昨下晡我们若是落大阵的雷公雨，搁落这个冰仔角，要挖100公顷的高丽菜，也是讲酸啊，甚至是菠莲啊，全部拢受到损害。这种热天吼，有影是热甲走无路，尤其这台南呢，就是30冬来上热的所在，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加啉水，才袂变作是热伤害。日头赤炎炎，天气有够烧热，热甲强要昏去，毋过就算顶尖下壁有缘爱做事。这有风嘛是热呢吼。对啊。就算秘伫有风的所在，人也是大粒汗、小粒汗，天气遮烧热，伫无啊穿长黄的风暴日，嘛爱加啉水，面对高温，袂当无精神。早时啊，吼，甲下晡时啊，你就是爱做。有安尼吼，爱家己就啊闪一下，安尼无吼，伊安尼起来，当时啊，戆戆啊做，刚刚会当中暑安尼啊。台南市消防局统计，这1礼拜以来，因为热伤害的救护案件达要20件，病院嘛出现袂少因为热伤害身体无爽快的急症病人。一个热痉挛，意思就是说，有病人的话，因为的话流汗过多，造成这个电解质的流失，那病人的肌肉会有点收缩的状况。它大量流失这个水分之外的话呢，还造成这个循环非常的差，甚至是到一些血压下降的状况。另外，劳动部检署伫去年6月颁布高温户外作业劳工的危害预防指引，高雄市劳工局今年到达已经检查户外作业高温的危害预防，拢总264张厝，有5张厝违规。也台南今年是稽查112张厝，其中有60张厝违法，目前已经改善。
违反的部分最主要还是在于未能够提供适当的休息场所的部分。类伤害依照严重程度，会当分做类酒精、类昏倒、类衰竭、甲吊刷。类衰竭主要是因为晒日了后流伤济汗来脱水，要吊刷的人除了体温超过40度，嘛会唔知影人血压上过头家。若是发生严重的类衰竭甲吊刷，一定要伫2点钟至3点钟来降温，而且就医，若无会提升死亡率。记者台南报道。继续来关心的是高雄市教师职业工会来开记者会，因亚康讲有一个已经退休的高职老师，要伫2022年还阁咧在职的时阵，找人来坐台，而且阁陪啉烧酒。除了伊家己以外，阁有2个即马还阁咧学校教册的老师，其中有一个甚至是规身躯拢烫了了。针对这项代志，校方是出面来回应讲，会开会来调查了解，若准有违规，就会依法处分。查甫人身躯边拢是穿甲真少的陪酒人员，也阁有人烫光光。相片内底一定人欢喜食饭啉酒，不过因为出席的查甫人有部分是老师，引发争议。这个是败坏我们的教育的风气哈，这个真的是不可耻了哈，就是不能再用这样的一个行径哈，然后再来当老师，我觉得这个应该要做一个教育局应该做一个解聘的一个动作了。高雄教师职业工会日前透早开记者会，公布真侪张相片，指控有一间高职的一个姓叶的老师，伫2022年办这场餐会，参加的查甫人，佮包含同一间学校的2个老师，煞叫小姐陪酒，甚至酸甲烫衫烫裤。那这主办的老师2年前已经退休，不过其他2个目前也搁咧教册。他认为这是他的下班时间。好，然后他的行为的举止上，他可能是没有办法被学校约束的。可是我们想要强调的是，你为人师表，你自己不应该自律吗？工会甲协会批评3个人行为不当，而且其中一个姓施的老师担任今年高雄教育分红率评审，嘛互工校的老师指控无照实出勤，规工伫警卫室吹冷气看电视。面对指控，学校透早赶紧出面回应。会依照相关规定召开校事会议，来进一步做研议跟处理，会确实落实去要求教师的这个部分，那也不会特别去包庇。校方表示，之前确实有老师咧反映这个姓施的老师的出勤状况，无正当咧沟通协调。根据了解，3个人任职时间分别是10多年到30多年，但算做处不良的示范。校方强调会介入调查，若有违规会依法处罚。记者综合报道。2党办一届的环太平洋军演，伫美国时间6月26已经起过啊。这个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已经来到夏威夷的珍珠港的基地。今年是拢总有29国，超过25000的阿兵哥来参加军演，这是历史以来上悬的纪录。那这摆的操演上主要的重点，就是要甲4万吨的船甲磅互沉落。外界就解读是美国咧来演练中国攻击台湾的情景。美军尼米兹级行动的军舰卡文森号提早伫美国时间6月25来到珍珠港史卡姆联合基地，嘛宣告2024年 RIMPAC 环太平洋军演正式开幕。卡文森号有333公尺长，是今年军演上大只的军舰，上济当载5000名的军官，超过60只战机，配合航艦打击群，是美军上届请用的坚强战力。亚利桑那号纪念馆平常节嘛有真侪人咧排队，这届行军会当看到卡文森号入港，游客拢讲真惊喜。Yeah, it's a big ship. Yeah, there'll be a lot of interesting to see a lot of those countries come together to practice and coordinate together. It's pretty cool. 环太平洋军演今年是办甲愈大场，有29个国家、40只水面舰艇、3只舰舰、14个陆军部队，超过150只战机，25000名官兵参加。美军的第3舰队司令做联合派遣队的指挥官。也阁有韩国舰舰、加拿大皇家海军拢陆续来到夏威夷。今年军演场面上大，就是要甲已经退役的4万吨级类航舰顶级的塔拉瓦号两栖攻击舰炮地面。外界分析，美国就是咧靠我民救要吓退中国，来利用两栖攻击舰、航舰武力犯台。记者综合报道。
赖清德总统今仔日去参加三军的毕业典礼，国防部长顾立雄也有来到位。赖清德是来勉励毕业生，唔通袂记咧家己的信念，未来爱为国家甲人民来保护台湾的安全。另外，咱的赖总统也来肯定顾立雄来推动的国防改革。身为三军统帅，我的使命就是确保国家的生存发展。 保护全体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我非常支持国安部顾立雄部长最近所推动的新的国防改革，也就是在确保军纪的前提之下，减少没有必要的规定，精简不需要的流程，不要拘泥形式主义。 也不要安于现状。对画面当中呢，咱看到赖清德甲这个毕业证书颁予毕业生，也甲学生做伙来翕相，以免呢大家爱会记得做军人的迄份心意。面对时代，就爱持续来精进甲学习，对国家尽忠，来保卫人民，也守护民主。 另外，咱要来关心的是，国会这款法案已经开始实施。行政院今仔日举办议会，由律师去司法院来送出释宪案甲暂时处分的申请书。行政院的发言人陈世凯伊转达院长杜英泰的提示讲，提出释宪，毋是为着要反对国会改革，是希望会当透过宪法的法庭来裁判，维护宪政体制。目前立法院民进党团已经伫咧昨甲释宪甲暂时处分的申请书送出去啊。即马行政院也要向司法院来送出申请书，也若总统府是有计伫咧明仔会由律师甲宪法法庭提出申请。 到呾敢若剩监察院也未确定申请释宪的时间。另外，咱要继续来关心的，就是驻美代表朱大雷，伊互人亚康讲是乌白开公款。外交部长林佳龙是强调讲，顶半年驻美大使馆甲官邸呢是开35万美金，甲一寡硬体设备扣掉了后，大概就是250万台票，毋是外界所讲的800万遐尔济。也若外界所咧炒的即个换车的争议，林佳龙是讲，迄当阵申请的是公务车，也毋过最后并无核准。驻美代表朱大雷去互指控乌白开公家的钱，这个争议要持续咧谈。外交部长林佳龙亲身说明数字，强调要800万是错误的。顶半年驻美代表处甲官社核销35万美金左右，扣除发电机甲硬体设施28万的美金，其他核销的项目有7万的美金，内底包括代表处甲官社。沙发并不是90多万啊，应该是60多万。上半年整个我们代表处跟官邸所有的采购，大概就是250万元的台币。若有风声讲朱大雷要甲车换做凯迪拉克，林佳龙回讲，迄当阵申请的是公务车，并毋是个人的车，而且路尾嘛无核考。毋过在野立委质疑讲，是安怎要爱朱大雷用公费买物件的清单？外交部的回函竟然是写物件，而且还佫表示2025年12月31日解密。我们大使的宿舍里面买了什么沙发？买了什么音响？买了什么咖啡机？请问这到底是哪门子外交机密？如果没有用密件，那他直接会把这些项目跟数字都来公布，但是给立法委员的是都有的。好，这些项目跟数字也会有一个临时提案，就是说是不是于大雷这个代表能够回到台湾来针对这些事情自己做说明，因为我觉得也应该给他一个好的澄清的机会。在野立委要求朱大雷2礼拜内返来台湾报告相关的争议。另外，林佳龙强调讲，有甲朱大雷联络，已经有初步理清，暂时未甲朱大雷停止调查。也让外交是由总统负责，外管的代志拢甲总统府报告。记者综合报道。去年国内发生欠卵的问题，也毋过今年这鸡卵线颠倒是伤济啊！台北市农商工会是一直拢咧甲降价，农业部表示未插手市场的计效，也毋过会来推动计划，甲一寡未生的老鸡母甲抬起来，预计伫今年7月份就会开始来行动，会补助农民来淘汰180万只鸡母。
鸡卵买气无好，台北市农商工会几落届调降2价。或者农业部长陈俊贵受访时阵表示，暑假需求下降，加上鸡卵风波了消费量减少，即马是生产过多。虽然介绍顶头会尊重市场机制，但是生产端要来加强淘汰老鸡母。也拟定了一些就是诱因，希望说能够蛋农也能够更淘汰更多的老母鸡，因为老母鸡的生产效率并不高。那适度的淘汰的话，有益于我们产业链的一个健全。生产过多的鸡卵大约32万粒，产地价批发介绍分别是每斤25块半，还有35块，创3年新高。农业部还有全国的饲鸡协会要伫7月启动相关的淘汰计划，有计要拍掉180万只，一只补助20块，但立委一期产销机制失灵。好不容易生出来的鸡蛋过量，甚至要去喂猪，心痛啊！接下来我们又看到人民的纳税钱，因为你的产销没有去安排好，我们还要一只补助20块。进口鸡卵前期继续延烧当中，会在立法院经济委员会立委更加指出，当年为日本进口鸡卵1公斤竟然要124块。现在大家在问的是，这个超市的利润在里面1公斤124块，超市拿了多少钱嘛？那你总要有一个决定价格的机制吧？有一个机制，我想这个机制是可以提供的。有关111年进口鸡卵，一开始是由畜产会甲酿菜公司签约，但为怎样最后钱煞是付予超市公司的？你的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们也没有调查权，所以这整个案子我们就移送给请检调来帮我们厘清。而在部长陈俊贵重申，两间公司是私法人的关系。农业部长有行政独岛权力，所以已经以请检调来调查。对此，民众党立委黄国昌要求农业部要赶紧来交出相关资料来厘清。记者林美霞、郑林台北报道。台湾是高龄社会，这人口老化也互欠工的问题变甲愈来愈严重。农业部来争取开放农业移工，目前的名额是12000人，这当中有8000多人会去斗做事，这个名额按算到今年底就会用甲大底啊。所以农业部部长陈俊贵就表示讲，已经有甲劳动部来加讨8000的名额。这些移工他从事的这些产业别的部分，那最主要还是以农粮为主，然后畜牧次之，那其他的包括养殖业跟林业的部分，跟劳动部争取的是大概12000人来做这样的处理，然后包括还有其他的外国的青农跟农业的实习，12000人是到目前的一个核配比，现在目前大概有8500多人，那我们预估在年底就会满了。所以我们现在也启动了一些调查，我们会在积极的来向劳动部来争取它的一个员额的一个开放。农业部长表示，目前国内是有请8000多的农业移工，因为这个名额是干那12000个尔，所以今年底可能就用到大底，有计佫需要8000个人才会当把这个人力甲补起来。即马已经有甲劳动部加讨8000个名额，也就是讲拢总会有2万个农业移工。这移工是由农会、渔会，也佫有农林渔牧合作社来做伙派工，政府是跨区来协调，互这移工会当逐日拢有石头通去做。自从在台湾甲印度来签劳务合作备忘录以后，确定会来引入印度的移工。这移工到底是要安怎来安排呢？甚至讲这移工若准入来到台湾，对咱台湾现主时的劳动市场敢有正面的影响？这一直拢是大家正关注的议题。即马全台湾是有70多万的外籍移工，因主要拢咧做啥物工作？遇到的问题又个是啥物呢？该拍新闻，咱请怡真为咱说分明。是主播，咱台湾和印度签 MOU 合作，打算要引进制造业的移工。那咱台湾到底有偌济移工呢？根据劳动部的资料，到今年5月底为止呢，咱台湾是有776570个移工。其中呢，这一年呢是有284000人，占36遐济，占第一。那越南呢是第二，有269000人，是占34。第三呢是菲律宾，占免2成遐济。等于讲呢，算的，咱台湾每30个踮台湾的人口，都有1个是东南亚移工。
为即个数字咧，咱会当知影讲，咱台湾对劳工的需求是真悬的，即马嘛打算要引进外籍移工来解决这个问题。来看一个上新旧年上新的资料，旧年移工的总数咧是有75万人遐济。若是干那看数字咧，这制造业是占上济，有47万8,000人遐济。毋过，若来看年增率，其实营造业甲农林渔牧业咧是50.71%，另外一个是24.8%，其实是搁较济。这代表这两种产业的劳动需求是大大增加。咱台湾就要真做超高龄社会啊！传统的农林渔牧业咧，因为目前无少年人要接手，是愈来愈欠骹手啊，开始请外籍移工斗相共。那营造业的部分咧，虽然咱台湾的房市是真加价，建案一个接过一个，却因为少子化，这欠工的问题是愈来愈热闹啊。来看这外籍移工咧，是有分做社福移工甲产业移工这两种。亲像看护啊，甲家事移工是社福移工，那制造业、农业、营造业是产业移工。因做的头路咧，佮红号做3K 产业。这个名词咧是为日本话来的，意思是咧是较危险、较辛苦，或者是较阿早的势头。若是来看国内这产业移工甲社福移工的数量，其实咧台湾的产业移工的数量是社福移工的2倍遐济。不过因为这款头路咧，台湾的少年人较无爱做，而且台湾的人口老化，所以扩大引进移工就成做一款便利方法。根据劳动部的方案，引进异度移工主要是要踢制造业的芳。不过其实农业移工的名额12000人到年底就会用完啦。所以农业部是要提案，甲劳动部争取增加8000个名额来应对。不过这农产的收成的时间无够，款一曲菜嘛，毋是讲一年四季拢欠工。未来若要争取扩大引进，也着爱斟酌分配问题。以上就是今仔日解拍新闻，咱个时间交等去主播。好，感谢怡真的说明。继续咱要来关心的，就是云林县的麦寮乡前乡长蔡仲坤，伊甲大西乡的前乡长因翁丁文彬等人涉嫌伫2020年找人去发电机组的施工现场抗议，再个趁这个机会，甲另一个业者讲钱。检方伫蔡仲坤因兜的保险箱啊，去查到不法所得270万。针对蔡仲坤甲另外一个姓陈的嫌犯，是声称羁押禁见协准。2020年期间，有6名的厂商要伫咧云林县内设立风力发电，不过前麦寮乡长蔡仲坤甲前大西乡长林婚营的翁婿丁文彬等等，涉嫌对业者甲相关的承办人员恐吓，发动村民去抗议，要甲人讲钱。发动村民抗议等方式，向绿能厂商借势借端勒索财物。经本署检察官漏夜侦讯后，认为蔡姓前乡长及其白手套陈姓男子涉嫌贪污治罪条例，借势借端勒索财物。云林地检署表示，检调搜证结束了后，25发动2大搜索，伫蔡仲坤处理的保险箱内底查扣不法所得270万，有通知相关的人员到案说明。其中前乡长蔡仲坤甲做白手套姓陈的查甫人，可能会逃亡窜口径，所以向法院申请羁押。有勾串灭证之余，向台湾云林地方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至于丁姓男子，犯罪嫌疑虽然重大，但无羁押之必要，予以拒保新台币30万元。经过了解，蔡仲坤以每一座风机数十万的代价来甲人讲钱。伫做乡长的任内，因为涉嫌贿选，结果当选无效，互人解职。因丁文彬是涉嫌伫因某林婚营做大西乡长的时，以合法路权向6名的厂商收560万的乌西钱。目前这个案搁伫咧二审审理当中。记者综合报道。新竹真空火大楼的火灾造成2个消防人员死亡，即马代志已经经过1个月。有消防人员的家属是亲手写批来质疑市长甲消防局长唔愿承认错误，搁来担责任。新竹市长高虹安是回应讲，在内部停止也搁有相关的调查，拢有咧进行，对家属的意见也会好好啊回复。你们谁为这件事情负责了？你们依然坐在高高在上的位置，依然过着你们的日常，而失去最爱的我们，依旧在哭泣，
依旧无法相信。孙继小冤家后手写的亲笔批，透过议员传达，遗书充满对亲人无限的思念。这是伫讲新竹健康会大火，两个拍火兄弟死伫火场，即马已经发生1个月啊。孙继家属是这支市长加上局长等人，拢推卸责任，无愿意承认过错。第2层所谓安全幕僚的安全管制，第3层指挥安全的安全管制。通通都没有发挥作用，为什么消防局至今完全没有认错检讨？其实火灾了后，新竹市政府已经开会，确定用消防公安345，强化主体消防甲公共安全。26个为健康会出发，各社区陆续举行说明会，提醒住户防灾避难观念。暗过议员是批评相关的公安政策无具体改善的方向，要民代是批评火场指挥管理无线电的设备、通讯这缺失，拢无看因检讨。看过所有这些摘掉的报告以及现场的一些监视的结果。那目前的话看起来就是说，其实在这个起火的原因以及起火的现场，其实都还蛮明确的。没有请建商提出相关的晴空会它所使用的材料啊，还有像防火填塞等等，但是建商是拒绝提供的。所以我们在上周开始，我们也陆续前往现场，直接现场陪同政风处也陪同我们一起去做采样。公市长高虹安回应，已经有在调回报告，导火原因甲现场拢真明确，也对建商进行调查，会甲相关的事情移送检方。暗过家属有意见，也拢有做回答，内部的处罚也有伫做，各讲无伫推卸责任甲暗号。记者综合报道。中央大学公布6月份消费者的信心指数是比顶个月还阁加一丝丝啦。其中针对就业机会指标是加上侪，也毋过投资股票的时机这部分的指标颠倒是有较减。也若今年经济的成长率是有机会会当保3%，也毋过下半档因为美国要选总统，也阁有货币政策等等，拢是变化因素。中央大学财经发展研究中心公布6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比起顶个月升0.49点，总数来到72.69点。值得注意的是，伫6大指标中，即届干那投资股票的时机有较落，降到58.38点，比顶个月降0.97点。现在既然是在高档，好，所以呢，它一旦有比较大幅度的这个修正，可能对大家的这个影响都还是会比较大，所以我还是觉得居高思维。观察27个台股开价走价，虽然也有2万点，但过盘中目落超过200点，因应台股最近起落的势面，连带影响投资人信心。但过其他5大指标是全部起价，其中以就业机会升上济，就连买厝的房地产时机指标嘛升悬，显示新青安政策带动房市转热。若是国内经济成长率，专家认为受到内需消费、出口也个民间投资者影响，今年也有可能保3%。成长率在3%是没有问题。不过如果我们以逐季来看的话，因为技术性基期的关系，所以你会发现它是第1季到第4季应该是逐季递减。专家分析，虽然目前经济成长率预测可望保3%，但过下半年都要注意，包括美国总统大选，也个货币政策，也甲通货膨胀这问题，拢可能冲击台湾经济景气。另外，中国一直取消ECFA协议中部分关税的减让，这原来会使台湾后续的出口表现会较有变动的可能。记者综合报道。国家基建研究发展中心的设置条例草案已经通过啊，主要就是要来负责整体的国家基建的研究、保存，也有政策的建议等等。不过，若做是高一项基建的业务，就是由官民会、客委会、教育部，也是讲文化部来分工组织。亲像是台记，就是由文化部来负责。也若整体的发展方案是打算要用5档300多亿的经费来打造友善的基建环境。有学者指出，那应该设置一个台语事务委员会，来专门推动台语相关发展的业务。部长，您觉得呢？您认同吗？认同啊，因为我们目前就是朝着先要成立一个像多语言发展的一个
文化中心。针对台语团体专家学者等等5望成立台语事务委员会，文化部长李婉6月初到立法院备询的时，表示有在研究设立国家语言研究发展中心来做推动国家语言的专职机构，台语嘛包括在内。为了要促进语言文化传承、发展甲永续发展，6月27日行政院会也通过文化部提出的国家语言研究发展中心设定条例草案。针对院长就国家语言研究发展中心条例草案的裁示。决议1通过，函请立法院审查，函请立法院审议。2语言是基本人权，多元包容是台湾民主的价值，为落实国家语言发展法，营造平等友善的多元语言环境，让每位国民都能够更自信、尊严地使用自己的母语。不过，文化部表示，若是各族群语言的相关事务，要是照目前客委会、原民会、文化部和教育部4大部会的分工，像台语、马祖语和手语，主要也是文化部负责，教育部是负责国家语言教育的相关事务。另外，根据文化部草案，打算要以行政法人成立研发中心，这个中心主要是负责整体国家语言的研究、保存和政策建议等等来落实定考的功能。第一个，能够进用专业的研究人力来进行专业的研究能量。落实智库的功能，也能够跟相关单位的合作来发挥创新功能，带动产业发展。所以能够希望能够整合相关的一个语言主管机关，来强化资源的连结。行政院表示，这个草案后续会送入去立法院审议，嘛请文化部积极和中央党团协商，赶紧完成立法的程序。另外，根据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行政院打算要投入5年321亿的经费，来打造国家语言优先的使用环境，维持语言文化多样性，嘛提升台湾民众的文化认同和自信。记者卢尚如、曾俊尧台北报道。好，这几日大家拢真注意这个青年参加公共事务的权利，也毋过民间团体诉求的青年基本法到今是犹阁无啥进度的。昨就有青年团体伫立法院来举办青年模拟质询的座谈会，邀请立委来互青年质询，角色颠倒变，大家是做伙来讨论公共议题。能不能请委员就是针对教育部进行修正这样子？这事实上是一个很好的因为立委普通时啊，拢在质询官员，即马变做互人质询的人。青年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这几年受到关注，但因为青年基本法也未定定，侪甲青年相关的议题甲事务，青年拢无法定的管道去表达意见。台湾青年民主协会拜3伫立法院举办青年模拟质询座谈会，邀请立委来互青年质询，讨论青年相关的议题。青年基本法，我们在修法讨论的时候，有国民党委员他们那边提案可能是从15岁开始，那从民党委员这边提案可能从18岁开始。那我们是不是未来要去讨论一个更适切的年龄？虽然我的版本是希望18到35，可是公听会说有蛮多人希望是从15岁起始啊。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参酌就是盘点一下其他相关的法规。我想要询问委员，您是否支持大专院校设立心理健康假呢？我个人非常骄傲的跟您宣布，约莫是10几年前，我就自行宣布我们家是有心理假的，所以我当然支持大学端的心理假。主办单位讲，这个活动是透过网络号召有兴趣的青年自发性来参加，影响出少年因质询起来拢真有办势，互人看到青年对公共事务的关心甲提出问题的能力。台湾青年民主协会呼吁政府应该赶紧订定青年基本法，由法院和中央甲地方制定政策的时阵，也有少年人的声音。我们也希望第一个就是让这样的青年事务的这样咨询委员的设计可以法制化，各地的政府在政府的层级里面也应该有青年事务的单位，那这样的单位也应该要在中央有一个母法来定，也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定在未来的青年基本法里面。另外，主办单位嘛讲，目前第一场干那民进党来参加，因也咧陆续邀请无共党派的立委来参与，因望所有的党派拢会当做伙来听青年的心声。记者柯选柯明在台北报道。网络即马是愈来愈发达，有真侪细厝的人嘛会用这平台来找厝，也毋过大家注意，这当中是有真侪诈骗的资讯。所以妈妈基金会最近就来整理一寡细厝的诈骗手路，包括用一寡假的相片，也是讲开一寡真好康的条件，甚至佫甲你变讲真侪人咧抢要看厝就爱先付定金等等。所以提醒大家，伫咧要被签约之前，毋通甲钱摕出来，嘛毋通留下个资。
网络发达，民众若是要找细找所在，毋免亲像较早共款伫外口走踪看看房的广告，只要上网络敲找，就会当看到各种房型的细节。虽然省袂少时间，毋过嘛会细致，有愈来愈侪诈骗集团是藏伫租厝社团内。一定是从多方的平台去看，然后不会那么直接只依靠一个单纯的广告词，然后就打那通电话。学生要租房子，就是一定会有学长姐有可能租过，就可以找学长姐讨论一下。徐妈妈基金会就整理出最近租厝诈骗的手法。包括网络偷渡、做假身份、假厝主，用正水的样品厝图片，更加合理，甚至比市场条件更较好，刊登伫租厝网，也是讲，真像是看厝前都要要求提供身份资料，或者是爱先付钱，佮搭配会当直接转押金，也是以后会专业退费这种话术，来互被害人相信。抛一些个资，就说你看我是房东啊，我的身份证，先博取房客的相信，相信之后，接下来部分可能就开始跟你聊天，感觉起来好像是房东在跟房客之间的一些相互的对话。徐妈妈基金会表示，无论是民法还是租赁条例，拢无任何一条规范有要求厝卡必须要先缴纳费用才会使看厝，也无任何一个名词叫做看厝预约金。若是拄到互人要求爱先交钱才提供看厝，请勇敢拒绝，并放弃这个物件。另外嘛，爱好好利用用途超度的功能，确认这个物件是不是互人偷渡使用。无正式签约前，唔通提供个人任何资料，才会当免互人骗去。记者综合报道。家庭暴力防治法已经实施26天，这妇女救援基金会甲立委是伫今仔日做伙来公布上新的调查，结果发现讲，这男性伫重男轻女的影响之下，定定认为讲用拍也是用骂，这人就会听话，所以因就来呼吁政府对教育来落手，消除性别歧视，嘛来补充家事法定的能力，避免被害者搁再受到伤害。破除性别歧视，提升权控认知。民进党立委范云甲妇女救援基金会共同召开记者会，呼吁政府爱加强宣传权力控制认知意识，甲平权亲密关系。因为家庭暴力防治法实施26周年，也是有不少人认为家庭暴力的事件是假来事，甘愿选择厝内见笑台卖出去讲。亲密关系暴力也会被简化成就是夫妻打架。那我们对人身安全的侵害哦，那如果只认识到这，那其实就是一种倒退哦。妇女救援基金会上新的调查发现讲，有7成8民众捌听过亲密关系权力控制的认知，接看到的权力控制的行为，包括要求对方报告所有的行程甲内容，用扇喙皮或者是暴力等等的方式，要求对方就爱听话。以上方是判例的理由，要求对方发生性行为。无经过对方的同意，强制翕对方性私密的部位或者是性行为，所以若要预防或者是减少亲密暴力的发生，申请保护令甲赶紧合法是真重要。通常保护令核发的平均要50.37，好，7个礼拜。长达7个礼拜之久，那为什么会那么久？那其实大家知道，那个司法能力相当的不足。单就受暴妇女去这个申请社会救助相关的认定标准，我们也会同意跟民团一样采从宽、放宽这样子的一个认定标准。妇女团体强调讲，若要减少发生亲密关系暴力，就要为破除性别歧视开始，嘛会有政府下部门合作。赶紧把家事法定的人力保护到家，家属保护令合法的时间，尤其是性影像相关的保护令，来降低受害者持续受到权力控制。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要先来看北韩连续3天向南韩放有垃圾米的气球，一个月以来已经有超过2000粒啊。面对这款起无空的行为，南韩伫冷彻冬了后，搁再开始伫海上抽屉的区域来进行射击训练。总统尹锡悦是讲，会来保持坚定的军事准备，来应付北韩的任何行动。北韩24甲25暗时分别向南平放350外甲250外加粪扫的鸡龟仔。伊在暗时9点外，搁再发现北韩向南平放的粪扫鸡龟仔，顺西北方向行基道北部地区刷震动。北韩一个月已经放7摆有喙纸片顶粪扫的鸡龟仔，互认为是对南韩境内脱北者团体伫两韩边境地区发散反北韩团团的抗议行动。 우리는 사실과 진실과 돈과 사랑을 보내줬는데
여기다가 쓰레기를 보낸 데 대해서 국민이 분노하고 정부도 적극적으로 대응해야 되잖아요. 因为北韩连续几落暝放出粪扫机鬼啊，首尔西平的仁川机场，国内甲国际线的航班对拜三半暝1点46分开始，暂停或者是延前大约3点钟。北韩继续进行空投战，甚至搁发送 GPS 电波干扰，也搁试射飞弹等等的起空行为。南韩6月初决定停止919两韩军事协议，6年以来头一届透过边境的广播向北韩放送新战话声。南韩总统尹锡悦出席韩战爆发74周年纪念活动，批评北韩放给几时卑鄙而且无理性的起空。 지난주에는 우크라이나 전쟁을 일으킨 러시아와 포괄적 전략적 동반자 관계에 관한 조약을 맺고 유엔 안보리 결의를 정면으로 위반하는 군사 경제적 협력 강화마저 약속했습니다. 역사의 진보에 역행하는 시대착오적 행동이 아닐 수 없습니다. 另外，南韩军方二大讲北韩的飞弹试射失败，不过北韩官方媒体报道已经成功进行飞弹大头分离甲导引的测试，验证导弹头拍到目标的能力。也那南韩军方2007年伊拉也伫北平韩界线附近进行大约1点钟的海上实弹射击训练。 发射 K9 自造榴弹炮甲天幕导管火箭系统，大约是290发的炮火。南韩甲美国空军也进行联合演习，大约30只战机参与，目的是要提高第4代甲第5代战机之间的协同工作能力。公司新闻郑伟仁编译。 再来看境外的征税法案引起大规模的抗争，到今已经有23个人死亡。原本立场大正的总统鲁托，伫6月26的时阵宣布法案撤回，确定未签字。比起征税法案过港迄天，国会互人攻击，用强硬态度表示暴力严重威胁国家安全，甲法院后危险分子劫持的肯亚总统鲁托，伫即马这个情势愈来愈激烈，思想嘛对伫政界时阵态度明显改变。 Having reflected on the continuing conversation around the content of the Finance Bill 2024 and listening keenly to the people of Kenya who have said loudly that they want nothing to do with this Finance Bill 2024, I concede and therefore I will not sign the 2024 Finance Bill. 肯亚反征税抗争舞会烧1礼拜外，25有示威民众想要冲入国会，警方反制开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伫暴力事件了后，甲鲁托通电话。We continue to urge restraint so that no further Kenyans are put in harm's way while exercising their right to peaceful public assembly. That right is protected. 肯亚因为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家，才互人恶恼。不过政府为了控制经济，提出征税法案，像讲面包征收16%的征特税，也加其他大大小小的税目，互民众真生气。Purported to increase taxes or strange type of taxes in order to raise money for an exorbitant budget that was making no sense. And to make matters worse, the government was not able to explain why it contradicts itself. 虽然法案未签署，不过肯亚示威民众表示，因拜是27的活动，100万人游行也是会举行，也当持续招更侪人上街路。肯亚政治分析人士嘛尤拉伊表示，鲁托的态度转变了真紧，互人意外。不过呢，是伊2天前就讲今仔日的话，较早撤回法案，都被遮侪人牺牲甲受伤。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 今年3月，日本公布红壳的原料有问题，在台湾也有消费者受害，所以台湾消费者保护协会就来提起团体诉讼，呼吁民众若真有消费的证明，就会当申请参加。 电线市场提小啉制药的红壳产品，伊受袂到为着要降低胆固醇，才买日本的小啉红壳食2冬。煞伫去年8月健康检查，发现家己的药剂指数无正常，致使伊爱洗药剂。即马日本小啉制药红壳是起风波，电线市是怀疑这甲红壳产品有牵连。台湾嘛有侪消费者跳出来。8月的时候，它都是开始变成那个肾丝血球率就开始 变低了，但是有疲倦感跟晚上夜尿的情况有增多。然后那时候就转肾脏科，就被高雄长庚收治为就是慢性肾脏病第3期。
今年3月是标出小林红壳食安的问题，出来指控的民众唔拿身体较虚，佫有人得着慢性腰子病第3期，到呾拢爱定期来回诊。虽讲这药爱公司愿意赔偿药爱钱，不过民众后续医药费甲身体疾病，到呾公司无愿意负责。因此，台湾消保协会正是对小林这药啊提出团体告诉。这透过我们律师这边提诉讼的话，当然就是针对台湾的分公司的部分求偿。那这个部分目前我们评估起来，应该是法律上应该他们是要负应有的法律责任。消保会表示讲，目前为卫福部转过来通报有30几件，这个团体告诉会甲消费者的资格放零，若是有买小林红壳相关产品的证明，就通申请参加。资料收到7月底。记者张一辉、邱兆勇高雄报道。因为桃园航空城的开发案，即马有4间国小自113学年度开始就会来停办，休热过这学生特别转去新的学校来上课，也毋过议员所来批评囡仔跨区读册，这个时间的成本，也佮有交通的费用，全部拢爱家长家己来负担，讲这款配套实在是无够周全。大期待佮好奇的心情，囡仔加入去内海国小，提早熟悉新的环境，因应航空城开发案。沙仑、准头、后厝、甲东空4个国校啊，从113学年度开始停办。考图毕业生，也佮有99个学生咧读册，其中50个转去内海国小，另外第位国小嘛会伫114学年度迁校。未入学校去互裁掉，爱转去新的学校，大部分的囡仔是真紧张。到新的学校我很紧张，可是有同学的陪伴，就慢慢不紧张。很紧张，但是我很期待，因为会见到很多我没见过的同学。有5号议员认为讲，配合航空城的作业，囡仔下区读册加出来交通时间，也佮有交通费，拢爱家长家己负担。批评教育局配套无够周至，建议安排交通车或者是争取保留准头国小，嘛呼吁配合航空城签刷后进入中间的阶段，赶紧去新的学校，满足囡仔的受教权。这4所学校废除了以后，那学生呢到内海国小去就读，或是大安国小去就读，那所延伸出来的这一些时间呢，家长有的没有办法去适应。113学年度停办的4校，学生共计145人，其中今年度毕业生46人，尚有在学学生99人。本局已订定就学安置计划。针对4间学校去互拆校，学生休热了后，就爱甲去内海、甲埔心等等的国校读册。教育局表示，已经有定出就学安置的计划，协助在校生唔免刷户口，就会当下区去市内其他的学校读册，而且补助每一个人转校爱买册、买制服的费用25000块，协助学生会当安心读册。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进行花莲地冻了后的农渔业产业发展，农业部对7月份开始来推出农分币的方案，一张有250块，拢总有70万张，希望讲会当互更较侪人愿意去花莲消费。这是花莲吉安农会顶受区域，原底每一天的营业额有16万到20万，不过伫4月初3大地震了后，平均才2万多。另外，花莲市农会业绩嘛落地，大家拢真期待7月初1发放的农分币。农本币的运用，把你进到超市里头，我们的所有农特产品，包括生鲜以及农产的加工品，还有伴手礼类的，也都可以来使用。伫观光渔业的部分，上海岸的业者是推出配合农分币有史以来上俗的上海岸票价，这介绍可能连邮资工作人员的薪水都无够。我们把政府的美意这个农粉币能够 double 加倍使用，然后只要客人来了，凭着你的农粉币自费299，他就可以享受800-900块的赏金体验。官府表示，农业部即届推出的花莲进行农分币已经发70万张，达张250块。花莲目前已经有1500间业者加入。想要加入农业易游网的会员，来到花莲的时候开启定位，就可以领取250元的农粉币优惠券。那另外就是在农业部的一个合作的电商平台，消费满1000元的话，也可以获得250元的农粉币优惠券。
农业部强调，龙粉白对7月7日到10月31日开放领取，上班使用到11月30，提醒民众领取第一类龙粉白，若超过7天无使用，系统会自动回收。后一届前往花莲的时阵，佮登入就当佮领。若过期无使用的第2类龙粉白，系统会直接回收，提供发送系统运用。记者综合报道。朝阳科技大学研发全国第一台 AI 的运动系统，会当即时来算出民众用健身器材的数据，而且也会当提出运动训练的建议。双手用来向前撒，几个组合动作做完，荧幕马上展现 AI 演算出来动作力量、节奏等相关的数据，而且马上提出运动训练建议。台中朝北国民运动中心27号宣布引进全国首创 AI 精准运动系统，应用在重训器材顶端，健身的民众体验了，感觉真趣味。它你可以上看到的有流畅性、延迟性，还有完整性那些，光那些东西就可以比较可以明确的去判断，是说你的评分跟之前跟现在有没有什么差别？研发系统的朝阳科技大学表示 ，AI 会使直接甲重训器材视符莫大连线，及时监测运动者的动作，提供个人化训练计划，减少运动伤害的风险。民众还可以使透过手机 App 将数据全部炸登去厝的。你每做一次，我就会给你一个全新的模型，好，它会根据你的今天的状态，好，你这次跟下次做的状况都不一样，好，就进行分析，所以真的能够提供所谓的客制化、即时化的服务。一点用身体哦。连锁健身业者去年就引进 AI 体态检测系统，但是因认为健身教练有无法度代替经验，甲学员之间的互动鼓励所带来的情绪价值，更加是无法度取代。在这个授课的过程当中，它可以有一些情绪的带动，然后还有观察，其实是给予我们的会员，给予我们在运动的人更多的鼓励。那这些其实都是在 AI 的过程当中，它没有办法透过一些直接的接触给予我们训练者的。健身业者认为 AI 会使提供准确的检测数据，但是第一时间之内无法度取代健身教练。朝阳科大强调 AI 精准运动系统会使带来智慧化运动的新时代。今年9月进前会伫咧全台17位国民运动中心陆续增设。记者台中报道。既然甲民国中小的15位老师甲学生预计7月7号的时阵要使芳船踅台湾一日，过程当中也会邀请全台湾36间临海学校，计共500多人来船顶体验，做伙来学海洋本色。学生驶4只帆船伫海上练习学航海技术，了解海况。既然县甲民国中小15位师生按算7月7号驶重型帆船，对苏澳港出发，先到基隆，再搁到澎湖顶离岛踅台湾一日。囡仔先透过驶4只帆船来熟手。共是要28天，1939公里，大概是1047海里。这个航程大约28天，1938公里。国家海洋研究院也派5位科学家做伙去查海洋浮漂、温氢盐仪等仪器，和学生检测海洋本色、海水表面塑胶微粒仔、海水酸碱度、甲溶氧量等调查，深入了解海洋污染的情形。然后呢，他们会携带价值250万的科学仪器，然后上我们的帆船，跟着小朋友一起航行。在过程中呢，会教导孩子们去观测洋流、波浪、海水的水质，还有湖浚的特性等等。这2只重型帆船分别是光卡号甲阿密号，除了甲民国中小全台36间临海学校500多位师生伫船队到的时阵，也会登船体验做非常这节海洋课。怕自己途中会呕吐等等的事情，但是我相信我绝对不会吐的，因为我以前搭船都没有吐过。因为没有过这样的经验以及体验，会让我觉得很好奇，也会感觉很紧张。学生对出航是真期待，佮惊吓，真烦恼心存，因为平常时就练习白手啊等技术，对成功踅台湾一日也是真有信心。记者综合报道。电动汽车常常发生火烧的意外，而且这个锂电池若导火，要拍花就比一般车辆的时间要搁较久，所以交通部的公路局也来研究拍火方式，到底是要安怎做嘞？新闻带大家做伙来看。国内电动汽车是成长了真紧，即马搁进入东部歇热旅游的大月。伫南回公路有一条4.6公里长的草埔磅空，公路局安全交控中心为着要应变电动车伫咧磅空内底发生火灾。这个月特别采购防做大水的闸水泵，提供大型消防分队演练电动车火灾拍火的机能。
消防队员用30块炸水泵，甲模拟导火电动汽车围起来，了后漏水变做水池啊，互电动车的锂电池会当赶紧降温，避免搁一摆搁导火，卖当减少用水量，赶紧甲火拍花。那防水挡板能快速的组装，在短时间迅速冲水，那能把电动车迅速做一个灭火降温。电池模组的关系，有可能一次燃烧模组没有完整，所以后续还可能会复燃。那再加上它燃烧的时间又比我们燃油车会来的时间很长，它动辄可能会达到1小时。那我们可能现场没有那么多的水量，持续的去做一个冷却降温的一个动作。目前国内对电动车的火灾也无快速而且有效拍火的方式，唔但会影响抢救的时间，嘛影响交通。高路局安锁交控中心用炸水泵拍火这个做法，目前还在研究的阶段。不过，台东县消防局认为这可行，未来若有实际上成功的案例，嘛会纳入电动车火灾抢救的作业流程。记者综合报道。下晡晡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不理知，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31度到36度，中部地区是30度到36度，南部地区32度到37度，东部地区是30度到34度。外岛地区29度到33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台记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连红狮吼，伊就有一只龙，甲一只凤，啊，搁有一个